屏东内埔的路街去年多一只刁难公平贸易牌嘅瓜地马拉咖啡店，也头家系瓜地马拉人艾亚洛，已坚持7家来摸咖啡头，抛家乡嘅精品咖啡，亲属到本年客，個少少嘅用合法講有限來料。已經年28歲，10年前18歲嘅人入來脫貧苦態農學院，本單打算脫出亞北愛歸瓜地馬拉，同家鄉嘅咖啡農來聽書。冇想到討論讀到嘅博士班呢，而希望大家便宜新鮮呢都買一道精品咖啡，同時提供一隻供需平衡嘅平台。而剛剛內埔嘅個有人情味，行高嘅台灣各地親中意嘅行係內埔嘅，咩上輪愛留喺台灣做新台灣人。小鎮的下厝石頭，路嘅街口一個細細咖啡攤呢，遠遠就飄到咖啡香，來高幹的人蒼，為等咖啡攤的主人艾亞洛。老師，你的咖啡有海南來了。OK， 謝謝。一句話係艾亞洛親自講一句客話，佢係瓜地馬拉人，來到屏東內埔嘅10年，對平口太學府一直讀到博士班。來同佢賣咖啡嘅係老主顧，昨天國小退休先生聽潮煙，對頭擺來同佢賣咖啡都一下，兼擺上市咖啡都貼貼作的瓜地馬拉傳統嘅sản婦咯。打的折子就是窗戶下來的，嗨，瓜地馬拉咖啡，我說 Oh my God， 我看到打的臉都有瓜地馬拉的衣服，我非常開心。我第一次呢來這邊喝咖啡的時候，是內埔老食麵的老闆娘介紹的。啊，我一聽到瓜地馬拉，我就非常的高興，因為那個艾瓦諾他們2兄弟呢是來自於瓜地馬拉，所以我就特地呢真的就打扮成這樣子的瓜地馬拉裝，我要讓那個艾瓦諾呢有那種第一個先有那種回家的感覺。聽潮煙是去過瓜地馬拉自助旅行一整夜，當隔離也仲未做嘅遊幫，因為艾亞洛當從事環保，本單台幣精品咖啡70元，7家帶畢業收50元天，故屬佢作定瓜地馬拉傳統嘅sản婦，帶定去嘅買進來嘅畢業，來談艾亞洛講佢家鄉嘅事情。然後他告訴我了很多的我在瓜地馬拉沒有辦法知道的事情，他告訴我更多。他告訴我他們的政治啊，還有他們的咖啡是怎麼種植的。艾亞洛堅持7個人牙咖啡頭，佢講分了又粗又幼，泡出咖啡真好食。10年前，佢18歲嘅年，本單想同佢7家國家都太好，脫出業想同家鄉嘅咖啡農來聽書。不過瓜地馬拉冇好嘅農業太好，專門來到南台灣平口態，專讓佢當咖啡也淳樸嘅西種嘅。佢知道一特別同佢家鄉同鄉，雖然冇火山，不過他家人都當鄉下。每去老街買咖啡，其實3到6盒，本單其實少量進口家鄉嘅精品咖啡，下後推人客添貨，去年進口貴嘅貨櫃，聽蠻多搞貨唔差，最尾捐口7家買。我有很多的咖啡在家裡，都不知道怎麼辦，所以我朋友說，你應該可以在擺檔賣咖啡，一個桌子就好做咖啡，因為你很厲害，你會做咖啡，很厲害的。所以我說好，我們可以試試看，所以我自己做這個咖啡車。因為我哥哥已經出了這邊很久，所以他請我，他說你要來台灣讀書嗎？我在念那個設計。所以我說我不太喜歡這個系，所以我要試試看其他的地方，我要試試看其他的地方怎麼生活，怎麼做。所以我先來台灣。艾亞洛係一多年來聽書，一個係前老太愛好時，基本單係到瓜地馬拉讀設計讀到第二。探查行嘅鋪擺同明信片都係佢7家畫嘅。3年前先嚟學中文，沒聽到阿哥強下去讀平口台，了一支咩平口台畢業生係內埔嘅蔡天熱，佢聽到艾亞洛
学煮传统的瓜地马拉咖啡，汉摆上7家开分店。艾先生佫有特色啊，摕女仆的遐个地方，伊有迄瓜地马拉人，又来俺哋女仆的遐个客家中来买咖啡，想讲结果我这边摸做以后，我想讲艾先生也跟人过新的想讲，最学一下技术安尼。闻一下，味道已经会改变的。俺阿老行到读平口泰博士班，佢出台相对公平贸易来同家乡嘅咖啡农来听书，行家想研究咖啡性质，希望看安样来减少化肥料对农体嘅伤害。在瓜地马拉，我们的实验做有很少知道有什么化学在里面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要赶味道的特别的味道有什么化学？佢两乡去喺到南台湾，生发方式見來見唱菜體熱，食得東西咩當菜體，連家親戚朋友來台灣咩當好食客家菜。我们的菜，拉丁菜都是咸咸，都是酸酸的，都有很多的味道。所以各家菜都有很多的味道，比如说那个客家板条都是很鲜，也有很多油，所以跟我们的一样，所以他们非常喜欢来这边吃传统客家料理。到台灣喺19啱啱老一知道自家已經係台灣人，佢同家老太是行搞嘅台灣國體，青甲嘅蔬菜唔係特別高雄，也得太都市，點都係離譜嘅，佢知道一大筆親像腳不卡。真的，我很喜歡瓜地馬拉，我覺得風景很漂亮。我也是想我的家人，我有我的阿媽，我的家人才住在那邊，但是我不覺得我要回家，我覺得我不想回瓜地馬拉。我覺得住在這邊，我的生活非常好。我很喜歡屏東，因為我哥哥住在這邊，所以我很喜歡跟家人一起住，所以，我們換到2次、3次，我忘記了。我們很喜歡花蓮、南投，非常很喜歡。可是我們覺得我們的家、我們的心在這邊，在南部。你要看住哪里？就是那个女。從瓜地馬拉來比，佢兩種都知道台灣行得安全友善，要去到台灣喺嚟10年，人生3個月顧客家體驗，他鄉見來見唱家鄉。